哎，这也是咯，马甲风吹来啊。老板说什么风暴吹来，我黑皮到熊来的，我是闻香而来的。很自私，他不懂得懂货。谢谢。这里总是门庭若市，更是风靡港台饕客的台北特色美食。对，像我们整天在准备舌头，就是带回香港。刘德华的关系。刘德华听说是主要他爸爸更爱吃。哦，是吗？他每次买，他吃之外，听说他爸爸最喜欢吃，几乎带回去是给他爸爸吃。就是你说的，你要卤到透到老人家可以吃。对对对，咬得动，又不会太烂，太烂你没有口感，吃起来也会腻啊。那时间要抓得很刚好，又有弹性、嚼劲，这是最好。这是诀窍，让一家老小都能吮指回味。独家的广式卤汁口味，50多年屹立西门町商圈。你外面卤的太白，那就是没有火候；颜色太深太黑，可能是回锅的。昨天没有卖完，回锅的，它会黑，会变干。那我们这个色泽金黄色，看起来有亮亮，有弹性，这就没错。食材也得顾紧，每天早午2次。谢一章的哥哥亲自再送刚宰杀的鸭汁。客家4兄弟对品质同心坚持。那我们也用心做吃的，就是要用心尽心，每一个环节就是控制好，大家客人吃的习惯就是蛮重要的。很多人好奇，生意这么好的一家老店，为什么多年来坚持仅此一家别无分号？老板说，或许就是因为他们4兄弟多年来专心只做一件事，做到最好，心无旁骛，守住根底。马家风吹唔来，挨起批都涌来嘅。马家风吹唔来，挨起批都涌来嘅。